日7夕是渔农节女相会日子，台中千美工艺博物馆有相关的展览。 出席演艺团队用舞蹈表演渔农和织女的故事，让现场的气氛真浪漫得去。为了迎接新娘妈生，台中市千美工艺博物馆最近展览装置艺术，带民众做伙度过这一年一摆节日。新娘嘛这一天，跟我们织女跟编织是最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今年呢就开始做这个主题。这个装置作品有7个无共色水的宽状7大组成的，离地表上近，色水更加乌倒红的，就是代表岁数上少的新娘妈。就是用一个环状的一个量子纠缠的回圈，就代表新娘妈。这个活动会办到7号，欢迎民众来博物馆佚佗行道，欣赏这种有意义的装置艺术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